歡迎大家又嚟到花花足球會嘅 YouTube Channel 啊！今日就同大家睇睇丙組聯賽第一階段第15週嘅賽事啊！花花就會對住粉紅色衫嘅屯門足球會啊！賽前就雙方已經雙雙打入第二階段嘅爭標組嘅組別啦。但係對於花花嚟講呢，聯賽3分好緊要喎，因為要追趕晨曦啊嘛。見到彭耀廷波就鬥入咗啦。但可惜就旁正就舉起個越位旗食咗球詐糊啊！見到新加盟嘅蘇羅強啦，分過嚟左邊嘅陳顯光啊，光仔嘅拿手好戲就梗係一樣落底線傳中啦。呢球呢，可惜就太貼門啊，俾對手嘅門將蘇振峰出嚟接咗啊！但係光仔再接再厲，呢球掟個靚嘅直線，彭耀廷壓降埋對手，送埋龍門口。連拿度仔龍門口做過最輕鬆嘅事就係將個波送入網。上半場接近30分鐘嘅時候呢，就花花首先打開紀錄睇阿挺嘅外檔呢，攞2下避過埋對手縮埋中間，連拿度衝埋去呢，就快過屯門嘅一眾守衞就將個波上網啦。但係屯門足球會呢，落後之後呢，又壓翻晒上嚟喎，亦都爭取到唔少嘅攻勢呢球射埋去呢，梁冠傑就唔係好夠力所以俾阿葉俊門接咗但係屯門足球會都仲有好多攻勢再睇睇許澤朗掉入禁區彈翻出嚟再射埋去嘅時候呢，就可惜就完全偏離目標俾人撳咗一輪之後呢，花花又試下攞翻啲主導權呢，又見到彭耀廷呢，其實上半場都活躍推入嚟中間，發覺對手唔埋嚟就射埋去啦，可惜就彈翻出嚟如果呢球真係有機會射成2-0嘅話呢，相信場波嘅最終結果呢，可能完全唔一樣但係我哋就繼續睇埋場波先呢下就見到我哋嘅葉俊門嘅新手第一下射埋去呢，已經喺人叢中呢遮晒都有反應。第2下再擋到第3下就屯門又有球員越位，所以就冇事嘅。但係呢下就出事單刀射埋去呢，灼起個波就過咗阿援嘅手呢，就追成1-1入波就係屯門足球會嘅鄧兆彤點解會發生呢？因為源自中場嘅時候呢，阿文希同對手有個碰撞但係球證被得益可能花花嘅手位又唔係好集中啦，起身即係起步呢慢咗少少對手就有個單刀嘅機會，亦都把握到追成1-1啦。追平之後呢，即刻都反撲翻內強一個罰球俾阿連拿度，可惜車身又係抽高但係屯門追和之後呢，氣勢呢就真係明顯就佔翻多啲嘅上風所以亦都喺個上半場嘅後段呢，屯門都有好多嘅起腳嘅機會雖然就未必威脅到葉俊門啦，但係都搞到花花嘅後防都要處理一陣睇下花花嘅角球就出翻嚟啦，第2次再斬埋去遠處set 翻埋你中間，以為光仔可以再入波可惜原來就另一邊嘅旁正又舉咗越位旗在先又係食咗個詐糊半場就花花同屯門足球會呢就踢成1-1見到內強就今日就第一次為花花正選上陣同埋黎耀昌有一個進攻中場方面呢，就扮演2個雙核嘅角色但係下半場一出嚟呢，搶鏡嘅呢就係屯門足球會嘅球員首先就見到佢係7號嘅危險人物陳耀雄啦但係對手出色嘅原因呢，有少少係關於花花嘅球員呢，下半場一出嚟有少少集中力呢下降咗好多一開波冇耐呢，已經2次3次俾對手得到起腳嘅機會今次就射波就係陳靜又見到個畫面呢，就係花花球員喺個自己個危險地帶裏邊猜失屯門嘅球員呢，就又嚟一腳啦好彩葉俊門就夠集中將個波拖出去底線度射波就係
取得入球嘅鄧兆彤啊，咁啊見到領隊趙俊傑嘅面色一沉，都知道個形勢就好似唔係咁理想啊。咁啊，但係花花其實就亦都換咗啲人入嚟嘅，包括而家打緊波嘅毛家樂啦，憑速度壓過晒對手，可惜就想傳中嗰下，亦都俾蘇振峰擋翻出嚟啊！咁啊，正當諗下一球點做嘅時候呢，屯門已經三爬兩步壓到去禁區，而且冚上嚟嘅球員都夠多啊！又見到鄧兆鴻射埋去啦，葉俊門踩唔走個波呢，就俾陳正嘅衝埋去龍門口，就將個波撞咗入空門裏邊啊！咁去到68分鐘嘅時候呢，屯門又反超前啦，可以見一見啊，本身係陳正自己嘅努力啦，傳埋嚟中間俾隊友射啦，咁啊，但係歐援又打唔咗個波喎，咁啊，陳正又唔放棄就衝埋門口，就將個波就送咗入網啦，咁啊，但係就屯門又領先之後呢，冇即係叫縮翻後繼續都喺前面搶攻嘅，咁所以搞到花花呢，想反撲嘅時候呢，有一段時間顯得有啲啲嘅進退失據啊。咁調動咗之後呢，換翻多啲快馬入嚟啊，咁睇下會唔會可以即係製造多啲傳中波或者係啲射門啦。咁其中一球最近波就係黎耀昌呢一下啦咁沈宇偉喺後邊搞完一輪之後跌出嚟俾阿昌呢，可惜就柱邊出界啊。咁又見到佢哋嘅陳耀雄又過咗花花嘅防守球員送埋嚟遠處好彩就對手冇球員入攝。但係呢，圍住出邊呢，依然係好多粉紅衫咁又送埋嚟中間呢，今次就何永包到頂走個波。如果唔係呢，下半場入替嘅陳正有機會再爭取到個入球咁去到中後段呢，花花就傾力反撲㗎啦。見到蘇祐田半傳半射扯埋嚟龍門口呢，咁可惜又係後備入替嘅梁傳恩就遲嚟一步咁蘇來強去到後邊工作簡單好多啦，盡量放直線俾禁區邊嘅隊友嘗試製造射門呢一球呢，沈宇偉如果起腳可能會威脅大啲再送入去俾何明呢，就已經即係太短啦。咁又見到梁傳恩梁傳恩嘅特點就係即係有衝刺力啦。見到啱啱呢球就3-4個粉紅色衫都撞唔開佢，可惜阿全揾到個波嘅時候躺咗波出界咁繼續都仲係花花嘅喺個邊線度，好簡單嘅啫，send 個波出嚟，但係又扯唔起個波跌出嚟，加落想趟去遠處，又省到屯門嘅球員。子健臨尾都入埋嚟幫手盡量多一啲教炮嘅球員出嚟 send 個波入中間。加洛又再次 send 入嚟中間呢，蘇祐田又慢半步想掹弓射嘅時候，又俾屯門嘅球員飛到閂走咗個波。再睇多次啦，又掟嗰個波入去到尾柱過晒，仲有蘇祐田抽埋中間，以為梁國威飛埋去喺遠處嗰度可以撞柱入可惜撞柱又彈翻落去蘇振峰嗰度最終花花追唔到之後呢，就1-2不敵屯門足球會今季就第2次輸波。